生命中嘅挫折同埋不可控，其實正係自然規律嘅一部分。就好似我哋唔會指責冬天太凍，亦都唔會抱怨太陽點解會落山。人類大多數嘅痛苦係嚟自對規律嘅抗拒。當我哋不斷質問點解係我，點解唔可以順我意嗰陣，就好似抗議緊點解會翻風落雨一樣嘥氣。自然規律有陰陽，有潮起潮落，人生有高潮就必然有低谷。挫折不過係生命能量喺周期性嘅回調同埋儲力。不可控先至係世界嘅常態。科技俾咗我哋掌控嘅幻覺，但係阻擋唔住生老病死同埋命運嘅無常。當你徹底接納呢一點，你反而獲得咗真正嘅自由，唔再浪費精力去控制外在，而係收返焦點，專注於我點樣應對。你會好似一個老練嘅衝浪者，甚至風浪唔係嚟毀滅佢嘅。風浪就係大海嘅規則，而你要做嘅就係藉住浪頭嘅勢，長出屬於自己嘅平衡同埋強大。算命真正嘅終點係臣服同埋坦然。喺呢一個充滿控制欲嘅時代，揾翻敬畏心嘅方法就係承認自己嘅渺小，明白無論係科技定係命理，都只係輔助我哋生活變好嘅工具，但係佢哋唔可以改變生命本身永恆不變嘅規律。算命如果喺現代有價值，正係因為佢可以提醒我哋個人嘅力量有限，等我哋重新揾返對時間、對因果嘅敬畏。當你強大到可以接納命運嘅無常，你就唔再需要嗰把搖搖欲墜嘅保護傘，因為你就係自己最穩定嘅核心。